南投埔里的暨南区国际大学附近的交通真无方便，所以学生拢是骑奥多摆出入学校。这学期学校是设车道辨识系统，昨进行测试也毋过因为感应的速度上过慢排队等要出入的车是排甲老长，学生讲是真罕学校嘛表示讲，若出入的车多，会直接来开放，避免塞车的状况再再发生。机车慢慢向前，车队排甲看无尾。伫南投埔里的暨南国际大学，17中昼后来发生严重塞车情形，有学生囡仔不愿骑机车出校园，伫大日头骹爱国伫个新装饰的车道辨识系统门闸前排队排真久。翕影片打就望，其他学生囡仔是讲系统的感应甲闸门开关的速度上慢。那个开门很慢，它开一下，然后感应很久，塞住塞到，比如说塞到快弯到那边去。就是你光可能一台车经过高峰期的时候，可能要等1分钟吧。18等下到现场，学生囡仔骑机车经过门闸出入正常。学校是讲，今日捌发生2届校外人士走入来校园偷摕物件，所以这学期伫机车道加装进出车牌感应系统，确保校园的安全。按过17下晡课少，国家中昼出外用餐的学生囡仔真侪，毋再造成机车道会积差不多7分钟。期末了后已经开门闸速度，学生会嘛同步公告通知。那现在这套系统是还没有完工。那昨天正好因为它在完工前的测试当中那遇到学生出入的高峰期。那未来我们的规划呢，在学生出入的高峰期，我们还是会就是开放闸门，让学生能够顺利出入。学校讲，这套系统还未完工，目前是测试阶段，以后伫学生进出高峰时段会直接开门闸。另外嘛，呼吁政府提升当地公共运输量能，也希望会当降低学生囡仔骑机车上下课的情形。记者采访报道。